爱情，迄款该相爱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过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触电转来改写，爱的马萨，让爱跟命一辈子流浪。 下一摆哦，你敢用乱讲话，就不能牙个嘴。啊，安样哦？我有一件事情都对老人讲么呢？到时间哦，你要讲诶，啲凊彩讲。算了啦，安尼莫讲好了。嘛个事情啊？好啦，我老人讲啦。今尾心仪吼，有打电话本来，伊讲太子吼，了心情无好，今老出工吼，关伫检phòng度呢。 用啊用咯。我想吼，泰国的因为初背落下个啥细阿妹啊，伊啊，迄太子的还有亚个妹，个啥细阿妹吼，真有挑战伊的意思呢。阿哥啊，发生暗胎的事情，你怎么跟某些老奶讲哦？那件事情敢唔按冲悠？当然冲悠啊！阿瑞，阿春伊无大夫卡肚哦，你却民俗嘅太加重，发生暗胎的事情，你还一副无相关的用诶。 太子要下新冠都听说真艰苦，叫着啊，你实实转去看哪呀？哎呦，你莫把个事情都结通好无啦？太子佢了爱吼，都会厝摕佢自家的钟爱，你了来个安慰吼，免莫把个用啦。无作用会点无用呢？总讲哦，一件事情，也做唔得唔得记。哦。哎！ 你莫人会知哦。你很虫呢。嗯。好啦，我会知啦。哎。你看嘛个，行啦。 哦，很敢讲哎哦，你只敢要按错哦，你看，哪有啊，乱讲。哦，搁较太力到诶，好舒服哦，给啊，搁打。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茶客窑谷屋的老板娘橘子。啊？ 抽中汽车，还要先缴税金5万，哼！你以为我是谁啊？我是老板娘呢，我是橘子呢，你骗得了我？你诈骗集团的你！切！哦，喂，撞到话了。喂，啊是怎样？整我？哎，阿里。啊。阿里，我等你好久哦。等我？嗯。 对了，我是要问你啊，这对小情侣要结婚，你打算送什么结婚礼物给他们？什么？
那对小情侣真的要结婚？原来深深老师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人家的女方妈妈都来了，看来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。阿雷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爱情是破除所有荆棘的利刃。阿雷，你好有学问哦！阿雷，我们一起准备结婚礼物送他们好不好？阿雷啊，哦，结婚礼物啊！好。太子，外弟你无欢喜，唔管用的，你就先开门，俺用太家要收。太子，青青先生，你莫搁哭咧啦！太子竟然几年无出家门，开嘛无说，嘛家人都无想去插，佢无想去出来，唔通门靠咱拍嘛无效啊！去问问迄到哪一间哦？同咩嘢套房？俺迄心记。文文，俺迄太子嘅先生，俺做得人唔了一下么？文文，嗰只沈太子哦，俺几经甘输过咧，迄快相处哦。伊哦，唔免快相处啦。其迄老人强用心肝肚都有一只打唔开的结。文文啊，来亚威的时节，你就伫太子迄牙膏冲么？爱弟啊，爱唱起有条好气，想爱看下咧，佢迄样办嘅人，做嘛家己做阵原顶行尾来抢爱阿爸，爱拄唔当阿爸嗰套拍嘅细妹人做唔卡。无上，新嘅妈妈无照顾你，系无？伊照顾我啊，毋过我毋需要，对么？我想我一只属于我自家嘅家庭，完整嘅家庭，毋系几只假嘅丢起来嘅家庭。文文，你真经唔愿意出定去接受佢哋咩？毋是说啦。我唔爱咩无想爱去搞错家条嘅家庭，我老阿生两啥系真心相爱，我要自家组织一只我自家想爱嘅家庭。唔过文文，和安生真经按决定要结婚，系无？我通讲，爷爸爷妈一次就无同意你要结婚的。佢唔系阿妹，我亲老记哦，在阿爸面前讲我坏话。佢希望得到幸福，你应该体谅佢哋的啊。我啲爱自家幸福到哪，唔是硬着假情假意的，抢伊离开，我喺微粉负担一下就要转来咧。太太，歹势哦，老讲咧。唔怕啦，唔嘿。我迄太子嘅先生，我按到同层层。童先生好。太子到一下还无嘛个接受唔老新嘅家庭嘅关系。因为对唔起太子。按救的，我此做一深机会，等我也喺家官家娘，做得真的接受我。我也希望佢哋要同意，把我老太子接过来乡下上班，想我在我身边的无法度平安，在我身边的又无想我同我乡下上班。辛苦你了，冯太太。唔对么？我哋海家官家娘，每本我老太子接过去，就希望我可以全心全意照顾新嘅家庭，
古时候我也同文文，看做迄牙齿甲饲神的毛的穷样啊。冯太太，我对你关心文文，不过一下伊的笔记，佢喊较会讲棒棒的。我当然要希望，佢喊摆做在寻到一个好的人家来教。不过佢很细啊，佢下就会想我夹夹离开屋卡，想要自由天天。 根本都唔清楚，佢先咧推向迄样办的人，就会将佢本人骗啊。不过冯太太，你敢了解阿生？那我迄面唔清楚佢迄种嘛个啦。不过我本人讲佢讲到当坏谈呢。唐人讲对于屏东的产业，让我太主观呢。竟然用做地用文文的幸福来上诉。 竟然又爱用嘞，同我家公家用，我老公交代，也得好生的，用不滴，好我也难做呢。幸福无，迄个都出来听伊啦。 阿瑞，你认同文文和阿生结婚的决定吗？从头到尾哦，我都无认同过啊。我假使叫做结婚嘞，我要祝福佢哋喂。晨晨啊，你敢要好好讲起嘛？嗯。竟然敢要向下人来四处连谈啊？哈？我呀哈，哪有个心情让你细数连谈啊？唉，咁就按严冲咩？事情哦，总会有解决的方法啦。哎，来啊！我真经搞唔清楚，你用要做的，真种嘛个事情都冇发生嘅样诶。太子，你家开门啦！跟按照阿生唔见劈咧，还同阿老母以前做阿调酒咧。我只望阿女讲，阿老母见叫呢太子。Coco， 好啦好啦，待会就带你出去玩啊，我们可以出国嘛。待会就到啦。嘿，你这双面人，你打算自己拿了钱就一走了之吗？ 哎呀，别那么认真嘛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玩玩嘛。玩玩？你说你跟文文只是玩玩？嗯。你不是要跟他结婚的吗？拜托，像不问出一堆，结什么婚啊？况且我们这年纪，现在结婚也太早了吧？阿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会爱我一辈子，一辈子照顾我的吗？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的。我跟你说过话那么多，我们光挑这来记啊。因为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哦，那对不起 ，sorry， 可以了吧？是不是男人啊？
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担当啊？结婚又不是我主动提，你既然答应了，就得承担。那我越想越不对不行了。我干嘛现在就要走进婚姻的坟墓里啊？文文听你把未来规划得这么好，你居然说走进婚姻的坟墓？反正我们家里也反对，那刚好，大家一拍两散。喂，小子，你刚刚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啊非常的认同啊。男人嘛，玩玩而已啊，干嘛这么快走进婚姻的坟墓啊？啊？阿雷哥，你的想法没错，不过，请你跟所有的人道歉，说你后悔了，你没有胆量跟我们结婚。你说说。哎，别激动啊！你怎么一家子都跟土匪一样啊？哎，你让文文一个女孩子遭受这样的打击，太不负责任了吧？所以呢，我要你跟全部人说，你是孬种，你临阵退缩，配不上文文。对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请大家原谅我。谁是孬种啊？我，你对不起谁？国文，大声一点。文文。哎，想跑也要把钱还给人家啊！喂，不要跑！我要你跪在我们的面前。哥，不要追了。哦，哎，210公分呢！什么呢？啊，给钱还本去啦，没事情啦。什么啊？是才哦，伊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冯太太，你生客气啊？也好，最重要的是太自家都没事情了啊。系啊。两下要算不幸中的大幸嘛。起码哦，银老钱无本人骗走啊！啊！文文本来就伫遐位啊，人也好好，钱啊无本人骗走啊。根本伊真嘅什么呢？阿哥。也冇乜嘅啦。雖然講當然係唔錯嘅行為，不過為咗保護老妹，唔頭先打到清學。係啊，太子，要感謝按保護文文哦。文文，你聽阿姨轉戲好冇？錢係阿爸嘅，我自家會忘記，也冇欠唔乜嘅。我喺轉戲嘅時間，我自家會轉戲。你下個聲音哦，做伙愛耍酷啦，冇插幾多都係。可能哦，還需要一段嘅時間啊。愛弟，係我做嘅吼，還唔啦。我咩希望太子文文，因為你做得了解，我對佢兩個愛還有關係咩強樣嘅。不過佢兩個就係唔肯俾我機會。你哦，像係一隻歌唱啊，我相信行到親家都會了解啦。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後，你要是不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。哎，大姐，阿雷怎麼沒有跟你們一起回來？哦，阿雷哥跟珊珊老師去買東西啦，等一下就回來了。買東西？什麼東西？我早點沒有啊？
没有就跟我讲一声，我叫厂商马上就可以送过来啊。喂。两位先生，请问是要来住宿的吗？住你的头啦！看我们这样子，也知道我们是在讨债的啊。没错，我们就是 Run No Go 讨债公司。Run No Go， 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跑不走讨债公司。两位跑不走先生，我们应该没有欠你们钱吧？对啊，应该是你们弄错地方了吧？弄错地方，笑人呢？当我白痴啊！我们 Run No Go 讨债公司已经是老字号了，连地方都搞错，我们还不要混啊？会不会是民宿有欠钱，春莹没有告诉你们？不可能呐！春雨哪会跟黑社会的地下钱庄借钱啊？喂，我们是讨债公司，不是黑社会。我靠！我讲那么小声，他也听得到。谁跟地下钱庄借钱？不可能啊！这几天民宿吃的用的都从我杂货店拿掉啊！哎，两位跑不走先生，你们要不要再跟公司确认看看？叫方太太给我出来！以为躲在这种鬼地方，我们就找不到她了。方太太，哦啊，就是你妈妈嘛，害我想那么久。换啊！是方先生跟我们借的钱啦。现在他病倒了，我们不跟他老婆要，跟谁要啊？跟我们借钱周转，该还钱的时候就跟我出来。哎，两位跑不走先生，方太太不在这，你凶我们也没用啊，又不是我们欠你们钱。你窝藏他，我不凶你，难道让你来凶我？你们两个不要一边耍狠啊！方太太又不在这边，如果你要找人，麻烦请到外面去找。我看还是把人民的保姆扣来好了。大哥，我看我们先回去跟老板讲一下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跟方太太传个话啊，我们老板已经很不耐烦了，要是被我们逮到，要他好看。老不卡辛苦还辛苦，不过还过得去啊，不至于老地下钱庄借钱啊。反正佢冇应该谈阿生的话，老不卡的钱都拿走。爷妹已经现在咧新的家庭，佢都要解决新的家庭的问题啊。唔敢每次都爷妹真勇敢。大家哥，听下俊宇打电话来讲，爷妹都记得改位，王医生医掉啦。记电话有讲乜嘅啊？记得讲啊，记得都调到改位等伊啦。莎莎打电话报警察。先唔是报警察啦，那惊暗用哦，要本记条行较欠。黑丝，阿哥，等一下。妹，你讲用的么？哎，起来。来讲啦，我痛么？莎莎落去啊，莎莎。妈！阿姨，大子、文文，莫过来哦，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！哎，你们这样绑一个女人，太卑鄙了吧！赶快把她放开！少啰嗦！她老公一病倒，她就给我躲到这种乡下的地方来，根本就存心想赖账嘛！她没有躲，她在那边找女儿的。我管她千里寻母还是找猫找狗啊！道上规矩，没钱还就接客抵债。没错，你看他的样子，现在最流行人妻的，他的生意一定很好。喂，你们两个把张嘴给我闭上！你们两个要的不过是钱嘛？哥，把这个钱给他们。靠！这些钱你们先拿去。喂，当我是白痴啊？他可是欠我1000多万呢。
你拿这么个些钱给我干嘛？塞牙缝都不够。1000多万，阿姨，爸为什么要跟他们借1000多万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又不曾听他讲过。2位大哥，钱的事找我啦。2个小孩子，你放过他们好不好？拜托你们啦，拜托你们啦。阿姨，大志，文文，喂。 我知道这些钱不够，但是你现在这样抓了他就能还钱吗？你们赶快放了他，让他去筹钱，这样不是比较实际吗？放他回去筹钱，你当我们白痴啊？好不容易抓到人了，放他走，我们以后去哪里抓人啊？对啊，如果他坐飞机逃掉怎么办？我有惧高症哎，我怕坐飞机哎。那我来当人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我怎样就怎样，你们赶快放了他。哥。 好，如果你有胆量从这边往下跳的话，我就给这个女人3个月时间去筹钱，3个月不回来，就挖你的肾去卖，卖到东南亚去。好，我说过我当人质，你们想怎样就怎样。大志，不要啦，这里太高了，你跳下去不死都半条命了啦。妈，你跟文文的事就是我的事。 你们要说话算话，如果我跳了，你们就要立刻放人。好，一句话。大志，不要啊！这里太高了，你不要冲动了，很危险啊，大志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太危险了，大志！转来照顾其他姑嫂，赶先转来。晨晨，你跟面色按贷款哦，用满你啊？啊？哎呦，2位大哥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好不好？我做牛做马都会努力赚钱，把欠你们的都还给你。我拜托你们不要伤害我儿子，也放过我先生跟我女儿。我求求你们了。 拜托你们，妈！臭小子，话说得很大声啊！现在怕了吧？我看你啊，还是乖乖的滚回家，你缩头乌龟吧啊！我不会退缩的，你放了我妈吧。大志，不要，你太危险了啦！大志，哥不要，2位大哥。 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哥跟我妈吧！文文，你可以叫我妈了。妈，文文，你起来，我说过我会处理，你不要担心。等一下你就可以带妈妈一起回去了。哥，你不要跳！哎，你们越来越夸张嘞，连8点档哦，少在那恶心的啦。 不是要跳吗？跳啊！不要跳啊！不要跳！跳啊跳啊！不要跳！不要！哎呦，拜托，大志，不要跳！大志，大志，太子！哎，太子！哎，阿志这小鬼动作怎么那么快啊？哎，还好我已经找2个救生员了，在下面等他了啦。戏演完啦。哎，你们2个，阿来哥，黑帮哥哥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改天请你们吃饭啊。好，谢谢阿来哥。来啊。 孩子，你回来都按龙兵哦。事情敢有结结嘛？哎呦，太子俩洗过吼，唔是做乜个英雄咧，那个咻一下吼，都伫吊桥上跳下来，去汉巴肚，去高空弹跳咧。
我真经搞唔清楚发生乜嘅事情啊！唉，含你味道吼，了一份30年吼，要重新团圆。也无吼，我怎无去做了创吼，路人的所嘅戏码。阿瑞，你结结嘅方式，以前无乜嘅文明呢，敢会无其他结嘅方法？你就做唔得哦，大家坐定来，好好嘅沟通咩？唉，坐定来沟通啊，当然要做得啦。不过吼，可能要3年、5年嘅时间呢。哎。 那假使无爱用做吼，因为做得不太是了洗过的猪，佢爱其自家阿妹又唔承认呢。又因为做得本分问题，太子家妹为到了只家庭做的牺牲啦。不过，你用这种的方式，是太太过头了。哈，童先生啊，唔系啥声音吼，都适合爱的教育咧。 来了吼，迄因材施教，哎，孔子讲过的话你都唔记得了，还讲迄先生呢。虽然我无认同阿瑞嘅方式，不过佢确实将问题解决了。好嘞啦，也等吼一服33年啊，都伫相符的情形咧。不过呢，你遐条件还有一阵问题要解决咯。 嘿嘿，对了啦，你啊，迄个做了从迄个费用啊，个导演费、企划费、临时演员还有材料费啊。啊，你钱还出啦，阿瑞先生。唔通啊，三傻吼学到尾死，不过也有天数多，你钱还出啦。对好嘞，有人出钱多哦。哎，聪明啊，你看我按枪按不会穿钱哦。袂使，按会哦哈！阿瑞，你做嘛去钱啊哈？迄太子哦，最近出事情就死惨了。哎呦，宋梅啊，你唔是谁啦？我要准备个救生人员啊！哦，哎，错，还有救生人员钱呢？哎，钱啊！哎呀！ 感谢大家哦，按多日来啊，麻烦大家诶。无爱用讲啊，有闲就时来了哈。好。阿哥，之前吃到你去拜相处，没想到你还挺好友情。圣经哦。俺下摆要请到像阿哥安样的细拉来做老公。应该要请来了，总起来争吵啊。阿瑞哥要当好啊。 不过，把阿瑞哥强下，心冲爱拉强。我心脏很强哎！哎，橘子姐，你敢跳河啊？真的要跳？阿哥，你真嘅冇喺老挨掉做戲哦。挨強啊，唐以明顯飲凍飲死啊，你就不用講挨啦。原來有啊。 韓哥，我還有演出還忙波啊，嗰種做唔得跳河吧，跳到安陽峰吧。哎，你來乜個態度啊？啊？怎麼大家？我同阿妹先走咯。好，再見哈。再見。等一下，笨笨，你去送本。哇，安講哦。靠客力代表愛情。 希望呢，你做得尋到屬於你自家真正嘅幸福。陳陳先生，按姿勢哦，我聽錯要尋到自家嘅幸福。阿瑞哥，要不要真感謝你？希望你們尋到自家嘅幸福。這當然啦。阿美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我這幾天在民宿，又是洗衣服，又是拖地，還為了你學客家話、煮客家菜，你怎麼可以這樣無視於我的存在？哇，橘子啊，你這麼龐大，我怎麼可能會無視你的存在？那你為什麼把代表幸福的巧克力花送給珊珊老師，不是給我？哎，你自己說要減肥的，還敢吃巧克力啊？啊，幹嘛哎，這送給你啦，明天再減肥嘛。
好了，今日就先落去啊哈。哦，再见啦，再见。太子，去啊！妈，等一下。妈，歹势啊！之前对你有一些的误解，不过也还爱都伫个。虽然我无听你喺身边，希望你做得过得真幸福，真幸福。哎，咁我没抢太子个是咋给没？你有冇意思啦？哎哦，頭家下幫阿咁妹嘅反應嚇到咧，我係去接當機嘅。哎，哎哦，這樣險不會嚇死啦！伊為到一隻口氣力吼，一堆人係變面咧。哎，佢自家開雜貨店嘅啊，佢仲係口氣力哦，應該錢多啊。哎喲，渣麻嘅昂啊！面啲劍喺邊度口氣力，嘅係邊啊？我拜託你喂，係老幾練曬呢？韓國啊，你有熟悉研究咧，係看到佢哦，都親像看到自家嘅老妹啊，係因為中意佢啦。不過，我看得出來，佢對你哦係真認真嘅，冇想問唔啲什麼人嘅習慣度同佢想物嘅。對啊，冇聽到啊？有咩講咧？我自家中意乜嘢，我自家都知啊。不過，我要本我自家中意什麼嘅，咩啲我中意佢。喂，哆來咪啊，要我跟深深老師去接你？上了幾天課哦，我發覺哆瑞咪的適應能力還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之前還很擔心，以後還請老師要多多照顧。我會的啦。啊，對了，這幾天下來，我發覺哆瑞咪在繪畫方面，挺有天分的。你們可以多多鼓勵他在家裡多畫畫。謝謝老師，我會讓他多多練習的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老師再見，拜拜。拜。哆瑞咪，我們在幹嘛？哆瑞咪，我們回家嘍。爸比。哦，哆來咪，阿力哥哥不是你的爸比哦，小朋友不可以說謊哦。做乜嘅很認真啊？哆來咪在睡爸爸媽媽嗎？每天晚上上來一定要下課。那禮拜天在遊樂園見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有咩講咧？我自家中意乜嘢，我自家咩啲啊。不過我要本我自家中意什麼嘅，咩啲我中意佢。喂，我是唐先生。阿磊哥不帶我去遊樂園玩。哆瑞咪乖，阿磊哥哥不帶你去遊樂園，那我們找大志哥哥一起去好不好？阿磊哥是爸爸。哆瑞咪乖。阿磊哥當爸爸，謝謝老師當媽媽。好吧，那我想辦法讓阿磊哥哥答應你帶你去遊樂園。禮拜天要去。好，拜拜。
阿丽，你上班每次甲带面哆来咪要带去游乐园嘅，用个亚哈你又唔愿意咧？你點啊？按用細人嘅心靈，真容易輸送誒。我哪有答應佢啊？不過吼，我咩唔去見阿爸啊？佢要買個茶片，你哦就準做一擺聖誕老公公，送佢一隻禮物，安尼唔就做得咧？聖誕老公公。哦，今日送拜吼，佢向阿爸嘅時節啊，了隻禮物已經送過嚟呢。總唔係佢打擺吼開咗，我都要做一擺聖誕老公公咩？阿女，你倒帶頭嘅啱好嘛嘅啊？我咩啱好？係真係冇想啊！脾氣啲喺同學面前講化療。講化療？阿女，老事情看到挺嚴重咧。哆瑞咪哦，請喺上頭嘅同學面前，要阿爸阿媽嘅照顧啊，佢老講化療又冇關係。冇關係？陳先生，我問你哦，你細細聲人咧講了條話，唔係講化療，啊，佢細細妹咧講了條話，咁有關係啊？也係34熟女咧。你知道講化療係只有顏色來判定的哦。係個啊，也係哆來咪吼，我要你拖喺同學面前 kiss， 來表示吼，你嘅感情真好，跟用個啥啦？假是真嘅係用，佢是佢人也係愛啊。嘿，做乜嘅是佢人聽錯嘅什麼呀？生來嘅身體和心靈，同樣會是可以輸送啊！晨晨啊，拖嘢嘅邏輯度吼，用埋愛老人分做大人嘅、細人嘅，啊細人人、細妹人，一人都一人啊，用埋愛用氣氛啊！唔去懷疑，用個按度啊！算了啊，唔肯聽數就算了，愛哦，自家要想辦法，請人推你嘅。無人做得體態乜人啊？生人啊都要夾喺位嘅，嘿冇法度體態你哦唔係哆來咪搖嘅，都冇應該啊，用搖嘅成分哦，比佢講化療啦。要聽到冇啊？大食飯，大食飯啊！好啊，珊珊老師已經答應帶你去啦。什麼意啊？要去。帶你去可以啊。可是啊，你不能跟 Gary 說哦，珊珊是你媽咪，我是你爸比哦。你是爸比。那是你亂說的啊。你個書透暗道嘞，你唔係恐龍那裡的意思哦。跟你趕地助人為快樂之本嗎？阿瑞啊，你哦，閒冇事情做。哎呦，嫁做哆來咪嘅阿爸有按困難哦。錯啊，哆來咪按燈影下，阿瑞哥又按眼刀，真型親像係兩字呀。你看哦，佢係驚去到遊樂園，本哆來咪見到阿爸，佢就對唔到咱咩嘞吧？咁請你哦，你係真型了解嘅。唔過我知道阿雷哥冇唔錯啊，哆來咪冇應該講好笑，阿雷哥又唔係假吧？就算唔係哦，教一下假吧又冇事。我都唔使解破啦，我嘅事情哦，我都替我莫管。你不來啊？阿雷哥，你扮演咁有限啊？還唔清楚呢。今日做得帶哆來咪去遊樂園嘛？陳真先生吼，已經答應要叫我去嘅呢。都有人帶佢都好啦。阿雷哥，請你帶哆來咪去遊樂園，咁有按困難啊？係冇按困難啦，唔過哆來咪哦，我係教做夾爸呢，我係唱歌嘅啊，又唔係做嘢嘅。
阿瑞哥，我知影哆来咪的心情啊。伊唱的希望有阿爸阿妈乡下的感觉天天的啊。啊，姑嫂咧？明日的母节会，我爸我妈从来都冇来过。此时候毕业典礼，各种毕业典礼，我推一个人孤孤死死，肯定其他同学会有的，佢哋会面当过推声人的骄傲嘅表情，我心感到真艰苦。姑嫂，我了解哆来咪嘅感受啊，阿雷哥，我拜托你带哆来咪去游乐园好冇？太子啊，你讲的好，我了解了，我不爱想遐啦。遇到老其他家庭欠缺嘅声音嘅无强用，姑嫂唔讲你素昧老爱，做得本遇到几多嘅爱老保护，有千多嘅情形，遇到还系面对嘅，韩哥爱坦然，爱放得开，爱习惯，像有安样，遇到生命嘅阴影，当做得减多清晰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